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的修復室裡，四川各地不同年代、不同形制的碎陶片排隊等待曾大爺的修復。常常有人慕名而来，带来新的疑难雜症。哎，这是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你修得起不？修得。哎，反正东西是比较重要，就是看你修不修得起，因为它太碎了。我现在也不敢去过劲，年代危险啊这个，危险这个啊，这个是环节是吧？哦，他当时挖的时候还是成型的。成型挖的时候是一个整体形状。哦，片子应该是够的。反正这今天要整嘛。哦，好的。这个是个平底的，底下是个平底啊，反正有口有底嘛，反正互补就是，到时候就把那个复原一下就完了。挺巴适嘛。肯定，你真的当然巴适了，不然咋叫真原始？雷老师觉得嘛，他人家是啥子都懂拿出来，哎。这个这样子，他说你啥子都懂。要得。别怕，你慢些的。有啥事我们随时联繫嘛，好吧？好，你慢些，我们先过去了。老师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我递来了杯车。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見的遺存。各個時期的不同器型是百姓生活樣態的印證，因此也是考古學家們判斷年代分期和文化屬性的重要依據。曾大爺一心修着陶，無意間拼出了許多逝去的生活。在曾大爺看來，萬物皆可修文物，不管出身如何，打磨的次數多了，也就成了最趁手的工具。但總有一些是讓你意想不到的二次開發。他甚至是不害子的小牛。不害子的，跑着來補東西。哎，只要有人喊我去修，不管你80歲、90歲，只要有人喊我去修。像我們外頭搞野外，我們娘他們70歲以上的都下了，都不出去了，他們都是這兒找不到人修復了。73歲的曾大爺已經到了該退休的年紀，但他早就習慣了一個人安靜修陶的日子。一直我說好的養我，有點老雜嘛，所以那兒還沒得圍牆，還沒修這些房子，我們圍牆都沒得，我們這兒所以。在老站守了大半輩子，他希望自己的手藝可以傳承下去。願意學就教他嘛，只要你肯學，只要你肯鑽，希望肯定是希望有人學單的。